今年全上半年咧就好熱鬧啦，睇樓好多客，無論香港人、內地人又好，全世界各地人去咧，佢一定要睇好後市，覺得未來會升，佢先至嚟噶嘛。咁呢個係睇市況，佢認為未來好，佢先至會投票。確實真係豪宅真係受惠，確實香港豪宅過億元嘅成交咧，喺呢半年咧從冇停過。月月都有幾億元。咁歡迎翻嚟 AM730嘅 YouTube 頻道啦，何文傑針嘅節目咧，繼續製作精彩嘅短片同埋咧時事嘅熱話咧，同大家一齊分享㗎。喜歡我哋短片嘅朋友一定要讚好啊、留言同埋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睇到啦。今日喺我哋報館咧就請到陳永傑老師我叫你啊，咁啊中原地產亞太區嘅住宅部總裁咁嚟到我哋同我哋做呢個節目啦嚇。咁其實唔覺就踏入就快8月啦咁樓市都去到一年計咧都即係後勁㗎咯喎。咁但係全大半年嘅時間啦即係香港嗰個住宅樓為例咧，個升幅即係咪好似比原初嘅仲更加理想喎，係嘛？可以咁講就好強勁嗱。剛剛錄呢個節目嘅上午咧，差餉物業估價署出咗半年即係6月份嘅樓價指數，咁就升咗0.3%，慢咗㗎啦。5月份1.5咁滯啊。咁咧就如果總結上半年咧，其實個樓價升幅係真係勁啊，即係接近8%啊，7.88。咁呢個係即係如果半年升7.88咧係喜出望外嘅。咁如果舊年嚟講咧，就如果同期咧，如果上半年咧就麻麻地嘅，即係2025咧就個市都唔係咁好嘅，經濟都未咁好嘅。咁到下半年先旺。咁就今年上半年就繼續旺，所以全年應該係半年升8%到啦。咁用歷史回顧就應該係頭一季就升幅凌厲一啲啦。後來到呢個3、4月後開始有中東嘅戰事，咁窒一窒。咁同舊年年尾都記得同你其他節目都做過訪問即係其實係比舊年。有啲人預期低，即係低位嘅啫喎。有啲人話覺得平手啲都係升5%啊。咁而家去到8月都係升8%啊。咁其實嗰個動力喺邊度咧？你觀察嗱，如果咁講咧，舊年好多人都跌晒眼鏡，全年嚟計咧，即係舊年喺25年嘅下半年咧就大升。咁就如果由低位計到今天咧，差估署出嘅數字咧就係13%。即係今年就8%，咁加埋由低位就應該係25年嘅6月，咁開始升，咁25年嘅下半年又升啦，跟住26年嘅上半年又升啦，總共又升咗大概13%，即係8加5，即係即係25年嘅下半年又升咗5%。咁點解加埋升得咁強勁有13%咧？咁其實就真係轉捩點就25嘅6月開始嘅。咁其實當時咧就大家咧估計特朗普同中國個態度就好好，咁當時就中美問題就少咗嘅。咁跟住咧有國家政策嘅扶持啦，專才優才同埋呢個大學生嚟香港讀書。咁依家我哋香港嘅居住需求好強勁啊，即係每個月咧都有啲新增嘅居住需求。咁可以咁講就大學生嚟香港讀書咧就越嚟越多，咁香港政府政策又配合喎，咁嗰個收生嘅名額就比例越嚟越提高，咁變咗咧其中一個香港嘅教育企業咧就即係好發達，咁呢個都係幾個因素一齊加埋喺呢1年嘅時間裏邊發生咯。咁呢個即係發展其實個勢頭，你覺得係延續到落去咧？即係有啲人就話，喂，都跌咗幾年㗎咯喎，咁呢個都回一回氣都要咁樣。嗰個牛市即係頭3個月之後，好多人講話牛市勢成咁但係後來有啲人轉一轉啦即係可能要睇觀察多一段時間。咁你嘅睇法點？嗱，我自己睇法咧就係能夠延續嘅。其實喺今年嘅6月咧係窒一窒嘅。
6月開始咧，大家就期望咧美國聯儲局嘅新嘅局長上任。咁當時咧，特朗普就成日就要舊嘅處長咧就話要減息。咁就大家期望新嘅接任人咧就喐十啊，好似喐十係啦。有好多翻譯嘅。嗱呢個我哋當中文喐十啦。咁喐十咧就6月就上任。咁就但係就好奇怪喎，當時佢嘅出嚟嘅言論反而中立喎，話有機會下半年加息喎，所以喺6月就有少少慢咗。咁無論6月發生咩事咧，就世界盃開始啦。咁由6月中開始就真係我哋亞洲區咧，好多人捱眼瞓啊！即係原來國內客都好中意睇世界盃嘅，即係捱眼瞓。咁就變咗亞洲人去睇直播咧，就需要喺深夜或者半夜。咁其實整個經濟活動，我覺得係慢咗嘅，成交量、睇樓量都少咗。加埋咧，當時咧就6月咧就中美就冇問題嘅，但係就嗰個即係油價就急升啦。咁變咗當時都中東戰事都好強烈嘅。咁當時6月整體嘅升幅係慢咗，同埋嗰個交投量係大跌。嗱一手為例啦，大家都有數計啦。嗱一手咧6月份全個月咧就係850宗，咁但係5月份就2100喎，嗱2100變850，咁有數計啊，就唔見咗一半又多。咁啊今個月7月又點咧？得佢埋數咧。應該仲差過8月，仲差過6月，800宗都未高啊。咁啊700零宗，咁即係話6、7月係一手就調整咗嘅，由2000宗嘅平均幾個月都2000，就變咗800幾700宗。咁數字就反映嗰個成交量一少，咁啊一手賣得少，咁二手都係少，咁個量一少咧，個價就有少少回翻嘅。升幅冇咁大，可以咁講。咁呢個即係睇到個走勢嘅喎，其實都即係我哋製作嘅時候係7月29號啦即係播出依家8月份嘅時候㗎啦。咁睇到係咪其實係發展商喺一個放盤嗰個策略上邊呢2個月都有啲改變咧？經過頭先講話12個月嘅升幅，大家都知道指數升咗13%，咁啊人同此心嘅，咁啊發展商咧已經。喺今年，尤其是26年冇提過庫存嘅問題啦。舊年年尾、舊年年頭咧，就成日話庫存，尤其是啟德啊，有大量庫存。咁啊，其實咧經呢12個月咧，庫存嘅問題解決咗嘅喎，即係我哋睇個數字咧，消耗咗大概有5000幾6000宗。咁高峰期16000宗，唔見咗6000宗咧，咁即係佢而家得翻9000宗、9000零宗咧。其實嘅分齊咁多發展商咧，佢個壓力就冇咗㗎啦。咁依家咧喺今年咧，從冇提過庫存。咁做生意，我個手貨已經少咗啦，又冇咁多存貨，自然個價錢就會高翻。咁發展商啲價咧，可以咁講喺6月份咧係高價嘅，大部分都高價，加上佢就惜售，佢開盤開得少。咁係幾個原因嘅，客少咗啦，開盤開得少啦，價錢又高咗啦，就變咗頭先所講嘅數字啦，850宗出現啦。係啦。咁二手咧就業主一樣嘅，反價封盤就覺得遲賣會貴，咁呢日多咗啦，咁就係咁噶。當你一個鐘擺效應去到極端，個個都係咁嘅時候，就啲成交又少咗，所以6、7月係少咗。咁呢個趨勢會繼續延續咧？你睇下半年即係發展商個策略，你可能接觸多啲資訊啦即係啲新盤嘅推售會唔會集中喺邊啲區域咧？嗱，經歷過6、7月嘅調整咧，其實就好事嚟嘅，健康化就唔好話大家一面倒向好。咁變咗依家我睇到發展商咧個唔同，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即係亦有發展商咧賣到滿堂紅，咁佢個定價一定係好吸引。譬如元朗有個盤賣咗2次，都能夠1 Q 清袋。咁嗰啲就剛需盤。兩批單位啦。新鴻基個叫千裕，咁賣得唔錯嘅，推2次都能夠賣晒。咁佢全盤400幾間，
咁佢都係近元朗就叫做北都概念嘅。咁佢個冧心細啊，佢講緊係300萬至到500萬有交易，即係2房3房。咁變咗咧有一批用家，我見今次用家好多。咁新鴻基喺7月頭賣咗2轉，都一 Q 清袋百幾間。咁依家賣多1轉，跟住就貨尾佢唔憂賣。咁都叫有啲盤係平少少就賣晒，但有啲盤咧就未必肯減落嚟。咁佢可能大家對後市有信心，做生意啊嘛，遲賣可以貴啲喎。咁佢可能就策略上係賣3成，留7成。有啲樓盤係賣3成，留7成嘅。係。咁我要睇個情況嚇，即係賣嗰個即係速度啦，每次推幾多啦，係嘛？係啦。擠牙膏咁啊，個勢好啲嘅嚇。咁但係其實睇到再宏觀啲咧，就係發展商投地啊，即係你睇我睇公共財政啊，你睇到舊年嘅財政嘅即係懷數咧。即係賣地嘅收入仲少過博彩稅，係真係一個馬會都頂住成個賣地咁。成以前話香港靠地產嚟頂住，咁而家地產頂唔到喎。咁但係今年咧，其實政府推售嗰個土地，去包括埋市建局同埋港鐵地咧，其實係加快咗好多嘅喎。即係頭幾個月差唔多達到政府開頭想講今年嘅目標嘅喎，即係推出嗰個未來嘅土地嗰個供應。係。咁你推出土地都有人承接啊！係啦，確實喺25年嘅上半年咧，就好得人驚，用恐怖咁形容。政府咧都係停賣地咁滯，唔推地出嚟。咁因為樓價咧就由高峰位21年咧就跌咗3年㗎啦。總體咧數字咧就係跌咗3成嘅。咁樓價跌咗3成，雖然因為升咗13啫，都條數咁有得計嘅，都仲有10幾個%未到高位嘅。咁政府咧其實就掌握住上半年嘅市況咧，都有滲啲地皮出嚟，但係唔算多嘅。其實個承接力咧都考驗緊嘅，就唔係話擁住爭，可以次都好多人有幾個標都係2支標啫嘛。靚嘅地，譬如琴日有幅禮拜1有幅靚地，就係叫做比利街，咁就好多標書啦，21個意向標書入啦。咁大發展商都落晒。係啦，咁就係呢個最貼嘅地咧，而且嗰幅地嘅總面積好大喎，佢預計可以賣到50-60億喎。咁依家50-60億嘅地皮咧，咁政府咧係近年少賣出嘅。咁舊年就差唔多上半年停晒，咁下半年都係好少，但係到今年上半年開始先至喐翻。咁叫做啱就有啲承接。咁政府都係要睇住嚟食做嘅，唔可以盲推出嚟嘅。到時推冧咗個市仲弊。係。咁所以其實可以睇到嗰個效果啊，即係其實當即係政府推地都叫做有承接，其實即係發展商掌握嘅資訊比小業主應該厲害嘅嚇。咁我哋摸到個即係寒暑表啊，同埋自己個庫存啦。咁頭先陳永傑都講咗啦，買嘅庫存嘅問題已經解決少咗好多啦嚇。即係你純粹有個別啲盤咁咧，佢適擇而售啫嚇。啲特色單位咁，梗係賣，成日聽來聽去仲俾賣晒。其實佢得幾個嘅，仲有佢嘅一個禮拜賣幾間嘅啫。係啦，咁我仲唔但求即係但求你快賣，佢就要中嗰種客群啊！啲特色戶有時唔係唔係普通市民買唔起㗎啦，依家5-6萬蚊尺一間3房900幾尺喺新蒲崗啟德天璽天啦，講緊4000幾萬㗎啦，即係4000幾萬嘅3房，咁叫做發展商咧就每個禮拜都有幾間成交，就係個承接力又有喎，咁但係佢唔係幾百間啊，幾間啫嘛。係。呢個大隱隱於市啊嘛嚇，你個棟樓頂樓嗰幾間咧，即係富豪級喺度住啊。咁但係其實近年即係政府有各式各樣嘅輸入人才計劃啦，係嘛？有專才，有高才，有留學香港嚇。咁其實呢啲都帶動咗好多內地以至成東南亞好多地方咧，都有啲人才就會嚟咗香港嘅。對於個住宅樓宇嗰個最新嘅發展係點咧？開頭我哋係租嘅樓多啦，係嘛？即係有冇一啲會流向呢個置業咧？嗱，其實我哋咧。正式嚟講喺22年開始咧，
呢個政策就起步。其實呢個22年嘅時候咧，就香港嘅經濟好蕭條嘅，大家都水深火熱嘅。咁呢個可以咁講係救香港嘅一個政策傾斜，就批多啲專才優才嚟香港工作。咁呢個政策出咗嚟咧，係增加急速地喺22、23咧增加20幾萬。而專才優才其實確實係有購買力喎。因為專才優才你其中一個條件就可以達到250萬年薪咧，你就可以申請㗎啦。咁呢個嗱，你250萬年薪咧，基本就20幾萬一個月咧，呢批都係高管同埋咧，佢係接受一個家庭嘅，佢唔係一個人嘅，係兩夫妻或者有個媽咪，有個BB， 或者有埋父母添，有啲一嚟到係4、5人嘅3層人咁佢嚟到咧，我哋見到咧。專才優才嘅租金咧係付到高嘅喎，係講緊3萬至5萬呢一批，佢多數係要3房嘅，咁變咗呢一批咧就喺呢3年裏邊咧就嚟咗好大批，而家到期添，有啲已經回流翻，但係陸續有嚟嘅。咁香港其實係好多機會，國內嘅精英都好想嚟香港做嘢啊工作。咁另外又大學生嚟香港呢一批咧。看似大學生佢個租金就好平嘅，因為大學生都係冇經濟能力嘅，佢係8、9千蚊個床位。但係咧，佢嘅爹哋媽咪咧嚟得香港讀書嗰批咧，都係國內中產咧，好有能力嚟香港買樓嘅喎。咁好多第一次嚟即係喺比較外省嘅嚟香港讀書咧，父母咧都擔心，都會嚟照顧下佢。咁佢好快都變咗做買家。咁我哋都形容今日嘅租客，明日嘅買家，咁就變咗經歷咗呢3年咧，其實呢個政策咧係惠及香港好多嘅，所以呢個係整個樓市嘅基本政策嘅扶持咯。咁所以睇到嗰個影響咧，其實都係會即係漸進嘅嚇，即係你唔好期待突然之間咁樣嘅話，咁就反而唔好啦，係嘛？反而你叫佢嚟買樓嘅，反而你就社會就好似難於接受。反而你嚟工作，你叫你嚟慢慢睇落開始又讀書嘅又可以父母又嚟買樓，嚟工作嘅初2年租約，跟住就買樓，佢有能力嘅一批客嘅。咁啊，但係好多佢哋喺內地本身有物業啊嘛，其中一個即係觀察者，即係佢攞唔止一個物業添喺內地，係咪？即係佢唔急於我唔係一定要買樓啊嘛。等於你香港人可能去咗英國、去咗澳洲，你都未必一去到就即刻買樓噶嘛。好多都係租下樓咁樣。係啦，先租下買咯。轉城市都有啦，係嘛？聽好多朋友去咗英國咁，可能過2年你又去咗第二個城市咁，即係覺得嗰度好玩啲喎咁樣。咁其實即係香港就好獨特嘅嚇，即係我哋個門戶越開放，其實嗰個即係資產亦都可以儲存嚇，有個私有產權嘅保障啊嘛。可以話華人社會個產權保障最完善，我諗香港都係好特色㗎啦，財富增值。即係你累積咗一筆錢，你我嚟純粹買股票或者買一啲衍生工具，其實個風險係好大㗎嘛。係。即係樓宇當然唔係冇跌，唔係唔會升唔會跌，但係拉長嚟説咧，其實係喺香港嘅樓宇咧，因為個產權保護係好充分嘅即係唔會突然之間衝攻你層樓先啦，除非你自己攞咗去唔知做乜嘢啫，按咗係按啫，係咪？咁如果唔係正常，你呢個積累你交緊租，跟住你就係等於不斷投資翻落去自己個物業，同埋最重要一點喎，你買個 SK 海力士喺南韓，你都唔知佢搞乜嘢精，係咪？但係你住緊自己嗰層樓，你知道太古城第幾座、第幾個咩樓唔會喐嘅，有冇滴水隔離，有冇喺度噪音，唔會走咗去，全部都知道㗎嘛。你係好掌握嗰個資產嗰個細節啊，佢實際用到你自己住埋入去喎樓上樓下會停 lift 啊咁樣啊咁。其實呢個資產就係香港人過嘅方程式啦嚇，你覺得未來新一代會傾向會去置業啊，定係即係你接觸嘅客戶群係邊一年齡層嘅多咧？嗱，如果分兩批嘅，如果香港人咧，其實香港如果你睇翻根本嗰個香港個銀行存款嗰個數字咧，係去到19萬億。咁呢個係中國人嘅良好嘅習慣嚟嘅。咁香港人自己嘅唔大使嘅，都係肯儲錢嘅。呢19萬億嘅物業市場咧，其實好大嘅，因為物業一年都係7000幾億嘅啫嘛。咁19萬億喎，咁其實香港人好多儲蓄嘅，唔係冇錢嘅。
第一咧，佢睇未來，佢睇到遲買會升咧，佢就出嚟買㗎啦。即係佢覺得買物業係有前途，覺得會緩緩上升咧。好似舊年年尾睇到個樓市升嘅時候咧，今年全上半年咧就好熱鬧啦，睇樓好多客，無論香港人、內地人又好，全世界各地人去咧，佢一定要睇好後市，覺得未來會升，佢先至嚟㗎嘛。咁呢個係睇市況，佢認為未來好，佢先至會投票。咁呢個係其一啦，其二就有需要啦。譬如頭先講嘅租咗先，睇得啱啦，有資金咪買嘛。咁現時咧睇好後市嘅人係多嘅。咁有一批就覺得哇，會唔會升快咗啊？咁但係佢計嗰個數就係回報率啦、經濟啦、政治啦，呢三大範咧，其實香港都唔比世界還要好。咁加上咧，今年咧其實有啲唔係咁開心嘅嘢，就係世界好多戰事，譬如俄烏啊，譬如中東啊，咁令到香港個資金其實咧，全世界嘅投資者都係好怕有戰事，戰事真係好不明朗嘅，真係好難即係做生意，最擔心呢樣問題。當呢個譬如中東嘅問題出現咗之後咧，上半年咧確實真係買樓又好啦。投機啊、基金啊、家族辦啊，確實真係豪宅真係受惠。確實香港豪宅過億元嘅成交咧，喺呢半年咧從冇停過，月月都有幾億元一間即係apartment嘅過億喎，即係好多成交。咁咧睇得到嘅大資金喺香港咧，真係香港喺個特殊環境之下受惠嘅。咁啊，其實啊，呢個福地啊，我哋做緊呢個15/5規劃啊嘛嚇，咁香港版咧就都會就住土地啊、城市發展啊、人口政策啊，都有好多討論嘅。咁我哋節目啊，何文傑針咧會繼續請唔同嘅嘉賓啊，喺唔同範疇、唔同角度、唔同嘅視野啊，一齊同大家咧探討呢啲話題啊。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晒中原地產嘅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多謝你，多啲嚟嚇。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